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馬灣1868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浙江青田石南星靈芝扭正方丈。呢件浙江青田南星洞底子係青田風門清級數嘅黃洞地料質南星石，東西屬於以前老礦老料嘅南星，作品手感度極佳。喺青黃色嘅料上面有火火藍色嘅星點，滿天南星，星星乾淨清爽，星點咧係繁多茂密嘅。南星嘅火粒大而明顯，漂浮喺印體上非常之藍，底子青黃乾淨清爽，質地夠好，品相極高。而且星點清麗誘人，清爽分明嘅更加少之又少。作品武烈完好，好星好地好東西，係收藏類嘅珍品。呢件作品屬於花草松藕類，主題靈芝，運用嘅係巧式嘅雕刻處理，高浮雕嘅雕刻風格。喺印紐部分嗰團粉紅色化作岩石，岩石上面伸延幾顆靈芝，靈芝纏繞喺印紐之上，靈氣逼人。靈芝之下呢係流雲襯托。喺印體部分呢，火火藍星明亮，雕工係精美大氣嘅。作品呢滿滿吉祥寓意嘅祈願。好嘅巧式同埋好嘅雕刻處理，把鑑賞嘅藝術推高到新嘅欣賞水平，作品自然就會有咗佢自己嘅靈魂。